那讲到香港，有真侪人可能会想到好食物，啊，个世界菜尾哦。啊，毋过最近这两个月，伫香港的外岛，因为真特殊的火山地形，以外正做社群媒体宣传的焦点，也吸引真侪中国的观光客。也毋过咧，有生态团体就指出，当地的特殊景观真需要保护，嘛好有因为政府就要考虑大量游客对环境造成的冲击。游艇慢慢经过真大的海蚀洞，两边的山壁拢是六角石条。这是沙洞口山，是香港200外个离岛其中一个，离市中心较无20公里。外界较罕的关心香港的自然景观，这是因为真特别的玄武岩甲海蚀地形。即阵啊，意外变做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必备景点，当地哪来哪侪业者上船上机推撒游船的导览行程。The hexagonal rock for the geological creatures, I don't think other countries has the same as Hong Kong. 目前岛上为了保护原来地貌，人造设施较少，嘛完全无商店。若是游客需要补充水，还是食物都要家己炸。真侪游客感觉应该加强岛上的基础建设，互游客更加方便。販賣機太少啦，因為比如夏天就係好缺水啊嘛，大家咁你冇可能打住5、6瓶過嚟啩，係咪？所以咧就覺得可以設啲販賣機，即係好似其他國家咁樣可以方便，即係人哋可以即係補給下。環保團體警告，官方伫建造新設施進前，愛謹慎評估。像講即擺就發現一寡笨數，互遊客留佇個步道。那當地規劃做大眾觀光景點，恐驚有可能超出環境嘅負擔，犧牲珍貴嘅自然資源。尤其我哋而家講緊嘅係一個生態旅遊，我哋唔係講緊一啲大眾旅遊或者係一啲主題樂園式嘅一啲旅遊項目，所以咁嘅時候，我哋更加需要關心嘅係究竟喺呢個地方入邊，佢興建嘅位置啦，佢興建嘅意向啦，佢嘅意圖啦，其實會唔會令到我哋嘅自然環境係受到破壞？包含沙洞口山在內，附近幾個島嶼已經獲官方規劃做世界地質公園，也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估。不過部分島嶼也是溫泉過船啊、健行等活動，安怎好好規劃？在推動觀光加保護景觀中間，會當找平均，正做當地政府必須要面對的難題。公視新聞尤派俊編譯。